咩嘢係 CNC 電腦車花？CNC 電腦車花即係以電腦數值控制，實現全自動化及高精度嘅車床加工。一部擁有 CNC 加工技術嘅機器，會根據寫好嘅程式，自動控制機械鑽頭，將一塊貴金屬、木頭、陶瓷等材料，喺唔需要人為操控嘅情況下完成加工。因為冇咗人為嘅因素，加工後既效果更加細節精美，參數更加規整統一。因為近年嚟黃金首飾市場上，產品有追求精品化嘅趨勢，由產品嘅規整度、立體感、柔順度及對比度等方面比較，以 CNC 電腦車床技術加工嘅首飾參數無疑更加精確同統一，比傳統人手加工更為優勝，因此令到黃金首飾精細度高、對稱性好、立體感高及花紋多變，令首飾工藝有更大更無限嘅想像空間。例如遠東珠寶推出嘅 CNC 電腦車花4葉草手鏈，花紋圖案細節精美，比傳統金手鏈更具有層次感同立體感，更加閃耀動人。